來季降到英冠點算好？來到季尾陣型唔對路，除了計數想你有啲修補可以做，辭退這個罪人到舵，得到少少鼓舞，贏波先追到分數，來夠熱切的些比點較好。球場已重鋪，仍然有煩惱，英超榜首係亞九，真的苦惱。球場內找不到真誠的地方，祝你在下游亦贏波，比賽沒入球期望，看熱刺多滄桑，龍門用邊個？見司機太多慘況，誰叫熱刺真兵魯莽？誰每日每夜驚到天光？40分真的要搏，越位不可亂撳鐘，若被追分邊個幫拖？尾段卒之可破網，記住陌生的結果，慶賀方最後才恰當。回頭望 Harry Kane 先至識踢波，黑氣石絕無問題咯。可笑是你為時代，你係更加瘋狂，球場係執過，點知今季敢玩喎？來季熱刺相當勉強，下季若買賣不要上當。